疾管署嘛公布，顶礼拜咱有新增加17个本土类鼻疽的病例，除了本地的高雄、台南、台中、甲嘉义以外，即马连屏东嘛有病例，而且新增加4个死亡的个案。开闭风台过后，咱全台湾类鼻疽病例数即马已经有47例，即嘛是咱国内风台过了上悬的记录。疾管署就警告讲，类鼻疽的潜伏期有4礼拜，所以到8月底进前拢袂使放零。国内类鼻疽的疫情继续咧增加，顶礼拜新增加17个本土类鼻疽的病例，另外增加4个死亡个案，分别是高雄1个、屏东1个、台南1个、台中1个，年纪是50岁到70外的，拢是查甫人，而且拢有慢性病史。其中1个台南70几个查甫人，因为呼吸困难就医，有严重的肺炎，佮出现败血症，住院4天就来过身。慢性疾病本来就是类鼻疽重症的一个风险因子，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是跟他本身的慢性病还有年纪比较大都有关系。疾管署讲，今年国内已经累计54例本土类鼻疽的确定病例，是2006年以来同期上悬。其中47例是开闭风台了的确诊个案，有7例死亡，嘛创下国内有记录以来风台过了的新冠纪录。好消息是，病例的增幅已经降低，不过同款要注意，因为潜伏期是2到4礼拜，8月底进前要有可能出现新病例。风灾后类鼻疽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4周，预期到8月底呢仍然是警戒期，这段期间可能陆续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个案出现。另外，长病毒的疫情，顶礼拜虽然无新增加重症，也过全台就诊将近13000人次，疫情颠倒性悬。疾管署研判，可能和歇热的期间，囡仔出去佚佗，还是参加活动增加有关系。如果疫情会持续到9月开学，提醒同学和家长要提高警觉，搁较骨力洗手的，做好个人的卫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